山城傳統舞火牛。曾經燦爛，四哥點樣面對時不與我呢？你根本唔讓位都唔得。一陣繼續向墨西哥山城出發。喺墨西哥中部仲有好多個大大小小嘅山城。離開咗 Taxco， 我哋就去另一個山城小鎮 Jalisco。呢度最啱我啦，因為呢度啲人嘅生活好悠游嘅，佢好似我咁，都係中意玩啊嘛。原來墨西哥唔同山城都有唔同嘅傳統喎，呢度咧就係有好特別嘅民族舞啊。呢啲男仔着住裙，戴住隻大兔耳仔，都幾得意啊！呢啲戴住頂大帽嘅，就重現緊傳統拜神嘅儀式啦。好似我哋呢個蒙古族嗰啲少數民族咁樣啊，不過佢哋好 nice 啊，佢哋真係好同我又唔識講咯，但係佢哋好開心嘅同我哋一齊。原來今日係初中生嘅舞蹈比賽，就好似嘉年華會一樣，完全係墨西哥嘅 party 感覺。呢班小朋友畫緊大花面，就係扮緊傳統墨西哥嘅戰士。幾得意啊！呢啲我都唔知係咩嚟噶，不過佢哋係。跟住呢個係 Jalisco 最傳統嘅表演，幾個人喺個風車度係咁轉，真係轉到頭都暈埋。日頭山城已經有咁熱鬧啦，唔知夜晚會唔會有啲特別嘅驚喜咧？嗬！而家我點火啊！啲火牛咧就追啲細路仔，好危險噶。冇火爐我見得多，但係我隻老師真係未見過冇火牛。冇火牛係墨西哥山城嘅傳統活動。冇住火牛嘅人會撞向人群噶嘛？傳說話，任何人只要成功避開呢隻火牛咧，咁明年嘅運程咧就會好似火牛咁燦爛。四哥嘅人生亦曾經燦爛。四哥謝賢喺1936年出世，8兄弟姊妹排行第4，所以叫做四哥。住過板間房，經歷過日軍統治，18歲拍咗第一部電影，從此一炮而紅，成為最賣座嘅男主角。唔止香港，更加風靡東南亞。以前我嘅身價同埋地位咧係全粵語片最高，咁咧人哋就話咁講，佢話得啦，謝賢同我買點心會拍檔都賣錢㗎啦咁樣。但係到當時我真係唔知喎，因為點解咧？點解我自己唔會去理呢樣嘢？因為當時我係啱啱出嚟咁樣，哇！原來個世界咁鬼多嘢睇，因為我係窮家人出身啊嘛。咁啊，哇！咁多嘢玩，咁多嘢睇啊！我都未夠時間去玩啊！我點會去顧慮呢啲咧？我根本唔知自己幾窮，我真係唔知。咁我嗰陣係好開心，有乜嘢新嘅嘢我買，有咩靚嘅嘢我買，有咩衫我一定要着第一件。紅足50年，四哥曾經係無數女性嘅夢中情人，係小市民心目中嘅大明星。但係四哥覺得自己只係一個普通人。
明星良心講，喺銀幕上就係明星，喺銀幕底下你咪一個普通人。我又要食飯，又要搵錢，又要拍拖，又係唔係拍拖，即係咪？所以我永遠唔覺得我自己係一個特別嘅人，我只係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即係喺底下喺銀幕下一個普通人嚟嘅。但係我只係食電影行飯咁解。曾經大紅大紫，唔係好多明星可以面對自己風光不再，由燦爛歸於平淡。四哥話做人最緊要係睇得開。我做人係好心胸廣闊㗎，就算而家你話好似我而家咁大年紀嚇，咁啊當然係唔會話好似舊時咁威啦，即係話個個都四哥以後大敵，永遠都第一㗎。咁但係人唔可能永遠坐喺第一位噶嘛，唔係話叫你讓位，你根本唔讓位都唔得。良心講，係咪？但係我到今時今日，能夠有得到咁多人去尊重我，同埋即係仲叫我做四哥，咁我已經係好安慰㗎啦。所以我係唔會話為咗自己以前係咁樣，而家係咁，即係事業低咗少少啦，咁樣我就會個心好唔舒服。我唔會㗎，我係好開通㗎。名係乜嘢啫？而家如果講名，我就最慘嘅一個，我名氣與收入不相稱嘅，而家係咪先？咁如果我咁樣，哇！我旁邊朋友個個都幾億身家、幾十億身家，咁我係要跳樓？唔會㗎。但係我啲朋友仲好對我好尊重啊，對我好好㗎喎。咁我咪有一樣係咁開心，係咪？喂，錢多少？你有幾多錢咧？你有1億。我有1萬，我都開心㗎。我1萬，我用嗰萬嚟去開心，要買我嘅開心啫嘛。你用1億，你未必買到我嘅開心。墨西哥中部係高原地區，呢度最大嘅天災就係地震同火山爆發。墨西哥第2高嘅普普火山係全國最活躍嘅火山，雪山山頂全年冒煙。Jalisco 就喺普普火山嘅山腰。每次火山爆發，啲居民咧都要全部離開屋企，疏散去其他城市。普普火山今年都有爆發過一次，而住喺 Jalisco 嘅人，佢哋都要隨身帶住一塊刻咗自己名嘅鐵牌。當真係火山爆發，走唔切而遇難嘅人，佢哋都可以憑住鐵牌去認翻佢哋嘅身份。年華老去，總要接受自己會有離開嘅一日。我真係好想，即係我點樣啊？我行到我人生最開心嗰陣，拜拜咁樣。同時我一定會話低俾即係我啲好朋友聽，同埋啲後人聽。我千祈唔好搞大佢，即係話俾我靜靜地咁走就最好啦。最難接受嘅，反而係親眼睇住老朋友一個一個離開。好似譬如阿肥咁樣咧，我係好痛心佢走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係同佢係個關係係好，即係好個友情係好嘅。我記得佢拍第一部電影嘅同我拍嘅，咁跟住咧我就阿肥咁，我成日就係好錫佢，你知唔知啊？佢突然間得到呢個病，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冇乜希望噶，但係佢點解佢都可以堅持咗咁耐？我已經佩服到佢嘅精神不得了噶啦，知唔知啊？佢點解會咁支持得咁耐咧？就係為咗個女，所以即係我佢臨知道佢走嗰日咧，我係有少少好有少少唔開心。但係我覺得佢咁去好多啊，係好好。而我哋而家唯一同即係為阿肥做嘢嘅咧，就係對個女好啲。